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5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这个沪指啊，可以说啊，叫石破天惊啊，创下年内新高。6月25日，市场全天放量大涨，沪指创出年内新高，创业板指数涨3%，截至收盘，沪指涨1.03%，深成指涨1.72%，创业板指数涨3.11%。最主要的啊，是两市啊，成交量有所放大，两市成交超过1.6万亿，这个量价配合啊还是不错的，比昨天啊多了1800亿。众所周知啊，这个沪指啊一直是在3400点以下震荡，这两天啊突然带量突破3400点，创出了这个突破了3月份的那个高点呢，成为2025年新高，是不是说明这个沪市牛市就来了呢？我们先看看啊，这两天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根据这个中国基金报报道啊，说分析今天大涨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泰君安国际成为首家可提供全方位虚拟资产相关交易服务的香港中资券商，此举啊，这个股价应声大涨，盘中涨了150%。这个消息一出啊，直接点燃了整个券商以及金融科技板块。今天啊，沪市啊领涨板块就是大金融板块，也就是银行、券商、保险，这些板块一动啊，那指数当然会涨，而且成交量会放大。这个券商的牌照升级啊，客户啊将可在国泰君安国际平台直接交易加密货币、比特币、以太币等稳定币等虚拟资产。那个国泰君安呢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预示着啊后面其他的券商也会完成这个1号牌啊升级，所以这对券商来说啊是个好消息，也就是对券商来说是个长期的一个利好。券商板块啊上涨，进而带动什么银行股这个上涨，这个似乎能说得过去，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但是这个利好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要打个问号啊。这个第二个利好呢，说6部门发布金融支持扩消费19条。这个6月24号啊，这个几个部门呢共同发布什么指导意见，从支持增强消费能力，着力提升金融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加大消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强化消费基础设施和流通体系金融支持。出台了这个19条具体措施，为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供有力支撑。这一条啊，我认为它不仅不算是利好，这严格意义上这是对银行股啊它是利空啊，也就是要让你金融机构要支持消费啊，扩消费。你金融机构怎么支持扩消费啊？我们说简单一点，你的消费贷是不是利息要低啊？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啊，也就是银行，对吧？你要向实体、向消费者让利，但是市场啊把它当利好。现在是银行股是牛市啊，银行股牛市，那就是利空也是利好，利好还是利好，对吧？你不能用这种平常这个逻辑去看待它。但是啊，这么炒，迟早会见顶啊，会买单。它第三个利好是什么呢？新华社报道说，下一步财政部将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依据形势变化，及时推出增量储备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全力巩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本面。这一条可以忽略不计啊！如果这一条管用的话，我觉得一天可以出个2条、3条这样的利好。第4条呢，说中东停火提振了市场情绪。分析指出，真正影响市场的是更广泛的战争，美国更深度的介入，以及伊朗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第4条啊，实际上非常勉强。如果沪市下跌，倒是跟第4条有关系，是吧？中东那边局势更加紧张，有人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个都会导致沪市下跌。但是反过来啊，你不封，那边不打仗了，沪市就会涨，这个反之不成立。所以说这个中国基金报啊，他说了啊，昨天这2天啊，沪市大涨的原因呢有4条，这4条里面只有第1条啊，勉勉强强算是对券商是实际的利好啊，因为它业务范围又增加了嘛，这些虚拟资产也可以在上面交易，不光是可以买股票啊，所以这券商是个利好，其他的都谈不上利好。那为什么会涨呢？我个人认为啊，很有可能是有关部门啊要人为的要把这个指数啊拉到3400点以上。如果继续在3400点以下震荡啊，它已经你看那个成交量越来越小，很有可能又滑到3000点，对吧？这1年来的这个成果啊又化为乌有啊，所以啊只好启动这个大金融暴拉指数啊，先把它拉到3400点以上，在3400点以
底上去震荡。反正他们啊买了银行股，他不卖，不行再买，用银行股稳住指数，这个就会导致啊金融消费者恐怕赔得更惨，因为指数涨了，但是啊金融消费者买的那些股票弹了一下之后啊略有反弹，然后继续往下寻底，没爹的孩子啊变成没妈的孩子啊。记住了啊，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都需要人买单，这些都不是免费的啊。谁买单啊，到时候自然公布啊，自然会有人要去掏腰包啊。我们再看个胡适的奇葩公司啊，什么奇葩公司呢？叫 A 股支付第一股拉卡拉。这公司奇葩在哪儿呢？这公司啊一度啊我都以为它已经没了，结果现在它在胡适还左冲右突啊，还是不停的扑腾啊。10几年前啊这个拉卡拉还是很火的啊，要不然它怎么叫 A 股第一股呢？支付第一股啊，有很多人就觉得那支付不是支付宝吗？或者微信吗？跟拉卡拉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不服还不行啊，人家就是叫支付第一股。当然了，如果前面加个定语啊，叫 A 股支付第一股，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你腾讯对吧？你微信支付，你支付宝，你再厉害，胡适的，你不是 A 股啊，所以人家叫 A 股支付第一股，没毛病。近日 A 股支付第一股拉卡拉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境外发行股份，也就是 H 股啊，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消息一出，引发市场广泛关注。近年来，拉卡拉面临业绩下滑、市场份额被挤压、用户投诉攀升、违规频发等困境，不知其能否借筹划港股上市冲破上述困境。公开资料显示啊，拉卡拉成立于2005年，于2011年首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于2019年4月25日登陆深交所，成为 A 股支付行业的第一股。就这种公司啊，做支付的，它2019年它还能上市的胡适啊，你就足以说明啊，这个胡适也不能说藏污纳垢吧，反正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想2019年是什么概念？就是口罩之前，那个时候我相信啊，老百姓网友一说支付，你自然想到的就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你哪有什么拉卡拉的份啊？拉卡拉是干啥的？你在菜市场见过拉卡拉吗？对吧？你交煤气、交什么水电费、交话费，你用拉卡拉吗？根本就不知道那玩意干什么的。这个拉卡拉以前啊，他们就他出一个类似 POS 机吧，在这个各个小店啊、夫妻店到处推广，然后这个刷他的这个 POS 机。你想本来啊，刷信用卡的人就少，刷卡的人也少，跑到线下小店刷卡的就更少。这种需求居然有，那只能说明是皮裤套棉裤啊，必有缘故啊。就是他做了不知道什么生意，成为 A 股支付行业第一股之后啊，他2019年上市的，2019年上市就相当于现在上市那个什么马可波罗那个瓷砖是一样的。你说这样的企业，你死乞白赖的到胡适干什么呢？要害谁呢？对吧？你说你放到胡适的企业都是成长性特别好的，特别有前景的，对吧？每年都能上个台阶的，或者3年上一个台阶。如果你的胡适企业都是这种企业，你胡适不想走牛都不行，对吧？把那些垃圾企业把它清理出去，进来的都是这种企业，对吧？都是蒸蒸日上啊。那你说你这胡适不走牛能行吗？但是你放进来都是拉卡拉这种企业，马可波罗瓷砖来了都是要金融消费者买单的，给他输血的，完了之后他就在这里作，业务是在萎缩的。你说这个你指望他走牛，你这不是疯了吗？只能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不要看它指数涨了，这种情况下指数涨了，只能说明以后啊风险更大，对吧？需要更多的人来买单，散户赔得更狠。说记者注意到其去年以来经营业绩却呈现营收和净利润双降状态，今年1季度净利润更是腰斩态势。我都纳闷，他这个拉卡拉企业他能赚钱就是个奇迹啊，他靠什么赚钱呢？拉卡拉官网公示的2025年1季度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交易金额9820亿元，同比下降11%，营收13亿元，同比下降13%，规模净利润1亿元，同比减少52%，扣非后规模净利润8468万元，同比减少63%，那就是暴降啊！这个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纸马上就包不住这火了。这个业绩滑坡外，拉卡拉还面临市场份额被挤压的问题。数据显示啊，截至2025年第1季度，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国内移动支付市场份额分别达到55.6%和38.8%，合计占据超过94%的市场份额。而拉卡拉的个人用户活跃数仅1800万，不足支付宝的1/50，就是拉卡拉的用户啊，在全国啊不到1800万。我也不知道这1800万是什么人要用拉卡拉，就这个的值得怀疑。就是微信和支
支付宝已经占据中国移动支付啊94%的市场份额，剩下还有6%，6%那不是拉卡拉一家，那还有好多乱七八糟的支付公司啊。哎，大家想一想，就这么一个企业，它应该在胡适待着吗？它整个的天花板就是6%市场份额，这个还在萎缩啊，而且这里面恐怕是一些特殊需求的，就不是正常的这种支付。玩过 POS 机的懂，对吧？什么人用 POS 机啊？我举个例子吧，不一定准确啊。就像这个即时通讯工具，那肯定是微信啊，一说没有什么疑义吧。然后这个时候出来一个说，我也是搞即时通讯的，我的用户有多少？我的对吧？我每天有多少这个流量？你比如说陌陌，对吧？它也上市了，那你唯一能得出结论就是陌陌这个即时通讯工具一定是对吧？是特殊用途啊，不是呢？正常的即时通讯就是微信呢，一下把你全覆盖了，对吧？这个时候你说还有第二家这个即时通讯，那就是特殊需求，比如说陌陌，它有特殊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钉钉，钉钉也是特殊作用，那用来打卡的。那这个拉卡拉是什么特殊作用呢？我们看这媒体报道啊，他说屡被投诉，办 POS 机竟不退押金。记者注意到业绩波动，市场份额被挤占外，拉卡拉还存在屡被投诉的窘状。6月19日，记者登录黑猫投诉平台，发现共有97022条投诉，包含搜索词拉卡拉，其中办 POS 机不退押金、虚假宣传、刷卡不到站、刷卡乱收费成为投诉焦点。一网友投诉称啊，鉴于其于2025年5月24日通过线上渠道订购了拉卡拉 POS 机，于5月26日收到货，在线上客服引导下激活机器，并首刷一笔399元的资金。当时客服称啊，这是测试刷卡机能否正常使用，刷进去之后会立即返还。可在他刷进去之后并未返还给他，跟客服沟通，客服说最低需要3个月之后返还。该网友为讨回此笔资金，多次跟客服沟通，并打拉卡拉官方电话，依然未果。另一网友投诉称，他当天在拉卡拉刷卡966元，但实际到账仅860元，且账单明细显示金额与到账金额不符，没有任何160元去向的说明。你每个新办的用户啊，你都要刷一笔400块钱，这400块钱3个月以后才返还给你，这不就形成了个资金池吗？对吧？每一笔400都在这放3个月啊，这不就是个资金池？还有的刷卡到账少，对吧？你刷966到账只有860，少100多块钱。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要去刷卡？这个媒体报道啊，说拉卡拉是违规频发，去年被罚超800万元。被罚的原因啊，咱就不念了，它有好多啊。实际上本质上都指向什么呢？指向套现。有不法商家啊，利用这个拉卡拉，有人旁边一刷，你刷1000块，对吧？刷到他卡里了，然后他给你套现，现金给你付900，你拿走。我想这是他一个业务之一啊。就是大家很难想象，一个正常的人，你去移动支付，你要求刷拉卡拉，你不是掏出手机就是微信扫吗？要么就是支付宝。哎，就这样的企业，他居然在胡适还待了6年，19年上市，现在还在折腾。哎，在胡适折腾不够，他还要去港股折腾一下。明知这些企业都有问题啊，他是怎么上的市？然后上了市之后又纵容他，随便他去折腾，管不过来啊。毕竟有5000多家，那怎么管呢？对吧？如果事都要管到的话，那这个监管部门人数啊，这编制还得再扩大3倍啊，成本太高啊。光是胡适啊，这个我今天看到一段视频是郎咸平他说的。郎咸平说，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哎，郎咸平这个人争议很多啊，这个不能否认啊。但是他讲这个他为什么不炒股，我觉得讲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看视频啊。我跟各位讲啊，股票市场只有在普通法系国家才会健全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好的股票市场，比如说欧洲大陆、这个日本、韩国都是大陆法系国家，不会有好的股票市场。要不您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这需要讲这么详细吗？稍微科普一下。我跟各位讲啊，普通法系的灵魂是什么？什么叫普通法系？我们整个法律啊分成2种，一个是普通法系，也叫海洋法系。另外一个呢叫做大陆法系。什么意思各位知道吗？第一部法律是来自于英国，1000多年前，叫做大宪章，就是国会针对着约翰国王这个滥权出这个大宪章，从此怎么样要削弱王权。从此开始啊，就是1000年的这个历史，逐渐形成一个英国的完整的法律系统。这法律系统有什么特色呢？不要谈太复杂哈。对股票市场而言，它有什么特色？它非常强调信托责任。什么叫信托责任？你做好是应该的，你对股东创造财富是应该的，它这么一个柔性的诉求。因此做不好怎么样？这样就是犯罪。那我怎么衡量你是不是做得好？由谁来衡量呢？然后在普通法系国家呢，有12个陪审团团员来判断。这些人呢，选择是非常严格的。像我在美国就被去抓去，要当陪审团。对方律师要问我，你是什么学历啊？我说我是博士。滚！为什么？博士都是自以为是的偏执狂，他们不需要。
他们需要什么？普通法就需要一个最普通人的意见，由他们来判案。我问你们4个人嘛，如果说今天法官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另外法官是农民，你选哪一个？对啊，你选哈佛嘛？为什么？你就这种水平不上道的水平，美国、英国就选农民。所以谁在判案？陪审团团员12个农民，由他们来决定股票市场是否违规。我只讲股票市场啊，不讲别的什么刑法、民法都不讲。你晓得在股票市场什么问题？犯罪是非常厉害的，总是走在法条之前。因为他们这个财务报表的这个数字是很多都是假的，你们都知道嘛？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查验，证明你是造假？在美国、英国根本就不用，你只要跟这12个团员说那个上市公司在造假，他怎么判断你知道吧？啊，造假那不可以啊！为什么？我的儿子承认，如果造假后我揍死他，就这么简单。如果儿子承认不能造假，你上市公司怎么能够造假呢？宣布有罪，这就有罪，他根本不需要法条。你理解我意思吧？凭一个普通人的普通判断，就能遏制住股票市场的各种不法行为。比如说内幕交易，什么内幕交易？比如说今天是12点05分，公司公布好消息，那么12点03分买的人呢，都叫内幕交易。你怎么早2分钟买呢？你只要赚钱了，你就犯罪。那有几百个怎么办？我就挑一个给你打官司。你这么一讲，跟那个12个团员讲啊，他都很理解的。对啊，公司12点05分才公布消息，你怎么提前知道啊？你肯定有问题嘛，他不需要任何法条，有罪，就这么简单嘛，听懂了没有？所以在美国这个搞内幕交易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行，如果被抓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倾家荡产。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只有普通法系规才真的保护小股民。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注重股市？美国养老金呢基本都放在股市里面，因此它不是国家的行为，就是我出来工作，像我以前出来当教授的时候，就是我拿薪水的 5% 出来当养老金，然后呢学校聘用我的单位拿出 10%或者 15%。就是2倍或者3倍，就看你的福利了。这些呢都算你的养老金。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钱呢就存在了股票市场，比如说这个先锋集团叫 Vanguard 先锋集团。假如我22岁大学毕业的话呢，我就存个这个50年。存50年之后呢，我退休就靠这个。那么各位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这么介意股票市场涨不涨？如果像中国股市怎么办呢？我大学毕业就是3000点，我50年之后还是3000点，那这系统就破产了。理解是吧？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所以伟大，就是这50年间股票市场它可以给我每年8%到10%的回报，你可以有非常甜美的退休生活。而这个呢和国家的资源是无关的，所以美国历任总统绝对不敢放任股市下跌，下跌不得了。我跟你讲，那退休一旦破产之后，那就是比什么美国国债危机还要危险几千倍，你知道吗？那美国人就没有退休金了，不可想象的。因此美国的国策是为什么这么注重股市，监管这么严？美国对股市监管全是最严的，确保股市在一个最公平的环境，大陆法系都不可能。为什么？法条判案一定走在犯罪之后。如果在普通法系呢，早就抓起来了，根本就不需要法条的。只要这12个农民说你有罪就有罪，各位听明白了没有？根本就不需要法条。所以你敢不敢？你不敢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普通法系的国家或者地区才有最好的股市，包括新加坡、香港、英国、美国。郎一鸣啊，他说这个海洋法系啊，他叫普通法系啊。这个海洋法系，他说12个农民审案子，这个我不知道啊，或者说他是为了让大家便于理解啊，讲的这么通俗一点、直白一点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啊，说这个大陆法系法条永远走在这个犯罪的后面，这个我是认可的。我觉得郎一鸣说的特别准，就这一条啊，就是放在胡适啊，那非常恰当。就是胡适啊，对这个犯罪的监管，他是永远走在那犯罪的后面的，都是事后。对吧？咱们节目天天介绍这个胡适的违法犯罪、做假账，你看看很多都明显的都在这个干坏事啊。但是监管部门管得了吗？这里面有个矛盾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监管部门立出法规、法条、规范，你只要把它立出来了，对吧？一条一条的啊，那实际上就是你立了个靶子，这些人就天天就攻击这个靶子，对吧？你立了这个靶子，你立了这个条文，相当于你就画了个底线，叫红线，那大家就玩命的去就是试探这个底线和红线。我以前有个老板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不能突破红线，但是必须要不停的挑战底线，要不然你的业绩就提高不了。你看看说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白，就这么赤裸裸。所以你看啊，咱们这个证券法，然后这个交易所的规则那么多啊，条条框框，你不能说它不详细，非常详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欺诈善事、财务造假？就是人家是沿着你的啊那个底线，擦着你那个底线，在不停的突破。所以你看胡适啊这么多乱象，他就是解决不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啊，胡锦老师今天啊，
他对这个中东的局势啊，以色列伊朗的这个停战啊，他也有做了一个评论。他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啊，这个评论有点隐晦啊，欲言又止。胡锦老师说啊，昨天晚上伊朗首都革命广场举行了胜利庆典，现场气氛十分热烈，数万名伊朗民众欢呼胜利，用高呼美国以色列去死的口号声援伊朗武装部队。从以美三方的表态看，这场战争结局很像是三赢，伊朗受损最严重，大概也更需要胜利的叙事鼓舞民众。更何况停战本身就让老百姓很高兴，而且伊朗的确对以色列实施了20几轮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同样打疼了对方。20轮这个惩罚行动啊，一共是有20枚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平均一轮袭击啊，一轮报复就是1枚导弹。这个导弹如果打在伊朗啊，那叫隔靴搔痒，但是打在以色列就不一样了。胡锦老师说啊，打疼了以色列，伊朗的抗击打能力要强得多啊。胡锦老师说啊，以色列没搞庆祝活动，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停战后宣称以色列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这一胜利将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铭记。他说啊，以色列消除了伊朗正在推进研制的2大威胁，核武器威胁和2万枚弹道导弹威胁。特朗普也很强调美国的胜利，特朗普周末率先宣布美国地堡炸弹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最后啊，胡锦老师说啊，不管谁胜利了，老百姓大多希望自己的国家尽量不战而胜，不要轻易卷入战争。这个胡锦老师似乎是若有所指啊，他说老百姓大多数啊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尽量不要打仗，对吧？要不战而胜，不打仗把人骂赢了就行了，不能真打，不要轻易卷入战争。这个胡锦老师这个心态啊，在这儿也就是说袒露无遗啊。既然这样的话，胡锦老师别乱画红线了，对吧？动不动要击落这个佩洛西的座机，这样好吗？这胡锦老师说啊，他说伊朗、以色列的情况并不例外。他说这次以色列反复空袭期间，德黑兰一度几乎跑成了空城，以色列那边老百姓动不动就要钻防空洞，也很受不了。这个说的倒是实情啊，对吧？不管你的能力多大，只要一打仗啊，那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伊朗是中东地缘政治的风暴中心，如何将自己的国家带出风暴中心，还伊朗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愿景，这肯定是伊朗民众，也是任何国家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希望的。他这个说的都是靠谱啊，对吧？实际上就是要还权于波斯人民，伊朗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对吧？只要是这个神权呢，神棍把持着伊朗，那地方就好不了，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教士集团呢，神权把持伊朗，那他就必须要搞一个对立面呢，搞一个敌人呢，要不然伊朗老百姓凭什么听教士啊，对吧？把钱给你们，任由你们去搜刮呀，任由你们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啊，那他的叙事就是外面一个强大的敌人，但我们啊这样是用来对付那个敌人的，所以大家忍一忍，那不就这个逻辑吗？大家要对吧？要团结，要同仇敌忾。任何国家啊，这都是这么一套叙事逻辑啊，印度也不例外啊，他必须外面有个敌人呢。所以胡锡进老说啊，他说要还伊朗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愿景，将伊朗带出风暴中心，只有这个办法，还权于对吧？波斯人民，把这个神棍政权，把这个教士集团呢也给他毒瘤要去掉。但是胡锡进老师都是答案错了啊，他后面话锋一转，但当然了，有可能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啊。胡锡进老师说了啊，他说当然了，有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在，伊朗想拥有长期和平并不容易。你看最后把黑锅啊还是象征性的让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背上了，这让胡锡进老师这个评论呢显得就没有离题太远，增加了安全系数啊。不过后面啊胡锡进老师又叫峰回路转呢，又来了一句，如何做到这一点，不让自己的国家长期处在制裁和战争的威胁之下，这个需要大智慧，是一个巨大考验。也别考验了啊，也别什么大智慧了，对吧？没什么智慧，就是要还权于波斯人民，对吧？让伊朗的那个什么伊斯兰革命卫队，什么五大家族啊，什么教士集团，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啊就行了，这个还得靠伊朗人民自己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